喺紙張廣泛使用之前，古人習慣用泥嚟密封書信、器物，然後喺泥上蓋上印章。呢一件蓋有印章嘅泥就叫做封泥。我哋製作仿封泥主要係出於3個原因。第一，古代嘅印章用於封泥，所以製作仿封泥就可以等大家睇到古代印章嘅使用狀態。第二，由於古代印章本身係為咗用於封泥而設計製作嘅，有啲文字圖案喺印框入邊較深嘅地方，只有製作仿封泥先至可以清晰咁呈現出嚟。第三，有啲印章由於年代久遠而出現咗鏽蝕，印面筆畫凹凸不平，蓋喺紙上嘅鉗本就會出現殘缺，而仿封泥就可以一定程度解決呢個問題。製作仿封泥嘅材料可以有唔同嘅選擇，有啲人用紫砂，有啲人用泥膠。相比起嚟，用泥膠更為便捷，所以我哋選用咗泥膠。製作仿封泥首先係要準備印章。今次示範我哋準備咗2件印章，一件係戰國時期嘅圖像印，佢嘅紋飾叫做神人耳蛇淺蛇紋；另一件係戰國時期嘅人名印，公孫條。製作仿封泥嘅時候，我哋需要加熱呢一塊泥膠，令佢變軟，然後搓成球狀，就可以將印章按壓上去啦。對比鉗本同埋仿封泥，我哋可以清晰咁樣見到呢件圖像印嘅紋飾喺鉗本入邊冇辦法呈現出嚟，但係喺仿封泥入邊就非常清晰。公孫條印嘅鉗本筆畫有殘缺，喺仿封泥入邊就得以完整咁呈現。